今日夜遊嘅地點係京士柏公園。未正式落地夜遊之前，不如揸架車喺附近兜下，順便講個鬼故，熱下身先。呢一個可以話係鬼故，可以話係都市傳說，因為已經係一個流傳咗好多年嘅故事。話說有個男人就住喺嗰度附近嘅，佢好鍾意夜晚之後去到衛理道跑步。嗰一晚佢有一個人喺屋企出到去嗰度跑步。當佢跑到醫院附近嘅時候，佢突然間覺得個心口翳一翳，咁佢即刻收步啦。啱啱就喺嗰刻，有架救護車響住警號喺佢側邊駛過，而且好快咁樣駛入醫院。當嗰架救護車走咗之後，佢突然間見到有個人喺馬路上面碌咗幾下，攤咗喺度唔喐。如果佢冇睇錯，嗰個人係頭先喺救護車跌出嚟嘅，但係冇可能啦。如果係咁，點解架車唔停呢？當佢去睇下嘅時候，就發現嗰個人已經企咗起身，係一個中年女人嚟嘅。個女人周圍望，好似唔知自己喺邊。個男人見到佢係着住睡衣嘅，喺地下碌過，又好似冇任何痕跡，又冇傷。不過佢都去問下佢有冇受傷，有冇事。個女人就話冇事，仲問翻佢呢度係邊度。咁當個男人話俾佢聽佢喺醫院附近嘅時候，個女人就更加好似一臉茫然咁樣。個女人話佢一覺瞓醒就已經喺度，唔知發生乜嘢事。咁個男人就話：喂，橫掂喺醫院附近，不如去檢查下啦。個女人就拒絕咗，同埋喺度嘈話要翻屋企，更加想自己走添。呢個時候隔咗冇耐，個男人發現原來已經聚集咗幾個人喺度圍觀啦。咁嗰啲人喺度細細聲講嘢啦，其中就係一個老人家，一個伯伯嚟嘅。佢就擰住頭咁話：真係慘啦，自己嚟咗呢度都唔知。佢哋聽咗之後，其實唔知佢噏乜。跟住個老人家就拍一拍個女人嘅膊頭，佢就話：我頭先見到你嘅靈魂喺個十字車度飛咗出嚟啊！其實你走咗噶啦，你面對現實啦。吓？個女人呆咗，唔知佢講乜，亦都唔信佢講嘅嘢。但係佢突然間有一下摸一摸自己嘅身體，喊咗出嚟。然後圍觀嗰幾個人就一人一句咁樣喺度講嘢。個男人完全唔知究竟發生乜嘢事。跟住個老人家就同佢講啦：你時運好低啊，你冇理由見到佢啊，你更加唔應該喺呢度啊，快啲走啦你！雖然個男人係不嬲都信鬼神嘅嘢嘅，但係咁誇張佢未見過。好彩佢唔係好驚，但係佢都係唔係好明。於是佢就同個老人家講話：你又話佢死咗，你又話我時運低，咁你都見到佢啦。呢個時候個老人家就煞有介事咁望咗去另外一邊。個男人跟住佢望，先發現，咦，原來附近又有另外幾個人圍住喺度，唔知睇乜。佢望下啦，跟住隱約見到嗰班人好似又圍住一個瞓喺地下嘅人。佢行上去睇，先至發現嗰個人係佢自己，側邊更加有人幫佢心外壓緊。就喺佢嚇親嗰一刻，突然間頭先個老人家喺佢身後面大嗌咗一聲，佢就暈咗。到佢醒返之後，佢喺醫院嘅病床上面。原來佢頭先喺衛理道跑步嗰陣，突然間心臟病發，累咗喺地下，
好彩有個人經過，即刻幫佢心肺復甦法，跟住然後就即刻送佢入醫院。佢醒返之後，嗰個救佢嘅人同佢講，當時成條街淨係得佢哋兩個。咁究竟佢頭先見到嗰啲女人啊、老人家啊、嗰班人啊，係邊個呢？係人係鬼呢？都唔緊要咯。我而家進入京士柏公園嘅範圍，其實咧附近都仲有啲人喺度打緊波啦，其實都有人嘅。但係我一行到門口，已經有種極度唔想行入嚟嘅感覺。頭先沿路喺車，就已經開始覺得唔係好舒服啦。跟住企到門口望一望入嚟，咦，想走。呢一度咧係被譽為香港嘅10大猛鬼公園之一。因為佢其實有好多嘅過往嘅歷史啦。喺日佔時期呢一度係殺咗好多平民嘅地方，咁亦都有一個大家應該有機會會聽過嘅好出名嘅京士柏萬人坑。咁大概10年之前，我睇過一個訪問啦。當時嗰個伯伯都好老噶啦，佢係經過咗呢一個打仗嘅時期嘅。咁佢當時亦都住喺呢度附近嘅。咁佢亦都話，確實係有好多嘅日軍喺度宰殺平民，而嗰個萬人坑就係愛嚟方便佢哋埋呢一啲嘅屍體。咁而啲萬人坑本身都係呢啲俾人宰殺嘅人喺生前佢哋自己為自己掘嘅。即係佢哋需要掘一個坑，而將來俾人殺嘅時候就一腳踢落去。有一啲説法係有斬首啦，即係個頭碌完落去之後，跟手就踢埋落去啦。另一個説法就係槍殺啦，咁都係掉落呢個萬人坑，都係京士柏範圍啦。咁京士柏範圍其實好大嘅，咁喺呢度亦都往後發生過好多唔同嘅事。我而家向上行，不過我有啲驚，我真係有啲驚。可以你哋自己自行感受下，不能詳述，亦不能盡錄。唔得，我真係好不安啊！由於咧，其實京士柏嘅範圍真係好大啦，咁所以冇可能行晒，同埋喺我而家呢一個不安嘅情緒底下咧，我就應該唔會行晒，同埋行唔得晒啊！所以我都幾佩服有啲人，我見到有啲人可能收咗工係真係經呢度返屋企一個人，不過可能唔敏感嘅人佢哋又感受唔到啦。咁我哋呢一個 shot 咧，望到前面係廣華醫院，跟住下面就係伊利沙伯醫院，好似被啲醫院包圍住咁樣。
喺1978年呢一度京士柏公園咧發生過一單劫殺案嘅，當時就係一對情侶好後生嘅啫，喺度談心，跟住遇到劫匪。咁啊，由於劫匪比較細粒啦，咁當事人男仔比較大隻嘅，所以佢有反抗。咁後來就俾人用刀刺咗個心口，失救㗎。諗下當時係1978年，其實係冇手提電話㗎。咁所有女仔好驚，驚惶失措，嚇咗一輪之後，先識跑出去揾人。但係其實呢度真係好大嘅，要跑出去要揾到人，需要一段時間，再報埋警，再等到警察，等到救護上嚟，已經失救啦。之後去到1985年，亦都有另外一單，仲要係當日係情人節嘅，兩小口子係收咗工之後嚟到京士柏公園呢一度拍拖，又係遇劫嘅。但係其實當時佢哋係好合作，即刻攞晒所有錢出嚟，亦都冇反抗，但係最後都係俾人刺死。頭先講過啦，即係呢一度有好多嘅打劫啊、劫殺啊、奸劫啊等等，令我諗起咧，其實以前我初中嘅時候第一次拍拖咧，嗰陣時我都有嚟呢一度嘅日頭，咁但我俾人打劫嗰次咧就唔係呢一度，喺九龍公園，跟住同當時嘅男朋友仔拍緊拖，跟住突然間有個黑人攞住把刀嚟打劫。咁嗰陣時我哋好細個，所以其實冇乜錢嘅，身上得1、2嚿水，俾晒佢，好彩佢放我哋走。但係當我今次真係做呢一度嘅資料搜集之後，發現出咁多事呢，我都真係不禁覺得執翻身彩。除咗久遠少少嘅劫殺案之外咧，呢一度其實都有一啲自殺嘅案件有出現過嘅。嚟到呢度嘅感覺咧，好似你唔開心，你會想嚟呢度咯，好靜，好陰啊，即係冇乜快樂嘅感覺啦。即係呢一個係我嘅感覺啦。當然有好多人可能喺度做運動，佢哋覺得好 OK 嘅，咁就吸引咗人可能會做呢啲事啦，氣場嘅影響啦。咁2022年就一名尼泊爾籍嘅男子喺度揀咗一棵樹上吊嘅，咁亦都係失救嘅。去到下一年2023年咧，亦都有一個男人喺度嘗試割脈自殺，搞到成地都係血，不過好彩係救得返。由於咧真係越行越唔舒服啦，同埋公園呢一度真係越夜越靜啊，已經去到係完全冇人，鬼影係有嘅，但係人影係完全冇。咁所以基於人身安全同埋心裏面嘅安樂咧，就走先啦，行到呢一度啦，打道回府啦。下一集再揾一啲大家想我去嘅地方，或者我自己發過一啲想去嘅地方，再同你哋探索過。下集再見。如果喜歡呢條片，記得讚好、訂閱、留言、分享，亦都可以以 Super Thanks 或者 Super Chat 嚟支持阿咪繼續拍片。另外，我仍然繼續收集緊你哋真人真事嘅靈異經歷，遲啲就會有一個系列去分享你哋嘅故事。所以如果你都有經歷的話，記得私信我話我知。